的。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拢伫咧3月初5举行总统的党内提名初选。现任的总统拜登甲前一任的川普分别拢伫咧两党的总统初选摕到胜利，有可能即届的总统大选又搁是这两位出来对决。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初5分别伫15个州甲一个海外属地美属的萨摩亚举行超级礼拜2的总统提名的初选，结果亲像外界预期，现任的总统拜登甲前总统川普分别伫10几个州大赢。But we're going to win this election because we have no choice. If we lose the election, we're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川普伫佛州的庆祝会继续批评拜登的边境甲经济政策，伊伫共和党内，敢若剩一个竞争对手海利，敢若赢和平得州，也若现任的总统拜登无明显来挑战对手。超级礼拜2初选也摕到真大胜利，只是伫美属萨摩亚似乎知名度无悬的企业家泡沫。拜登发表声明讲，川普决心要来摧毁民主，北大女性决定生育甲健康照护的基本的自由，要为有钱人开一个减税大门。 经过卖互历史搁再发生，也毋过拜登甲川普平均的年龄80岁，未少选民认为因已经无适合搁再做总统。We have Biden and Trump to choose from. It's disgraceful. It's just disgraceful. We don't need two octogenarians in office running for office. 拜登甲川普伫初选时摕到的党代表票，慢慢往向提名标准，毋过也各自有因的问题。拜登伫明尼苏达州甲进前密西根州面临进步派甲回教选民发起投下无承诺支持票的抵制运动，抗议伊支持甚至资助以色列入侵加沙，得票率明显有加。 川普是4项官司才伫拍，而且伫高等教育程度选民的支持度是明显输海利。《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